诸葛亮的艺名是他的启蒙老师游启东先生取的。至于马桶盖发型，则是西北发廊老板于东南信帮他剪的，20多年来都由他所剪，是参考美国民歌星披头士的发型。能在演艺圈出名，要感谢好友张帝。出名时期号称南诸北张中行风。诸葛亮因巨额赌债而跑路10年，美其名为出国深造。复出后制作的电视节目《诸葛会社》收视率曾高达10，相当于有数百万个收视观众，因此曾得到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复出后的风格比较收敛，适合普遍级，不像以前歌厅秀偏黄腔的风格。诸葛亮有4段感情，3个婚姻，网路有传4段婚姻是早婚型的。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他因大肠癌末期在5月15日病逝于台北台大医院。生前心愿是女儿谢金燕能如期于5月20日在美国纽约词汇堂表演。诸葛亮的表演风格叫做诸事幽默。2017-05-20参考中午的电视节目得知，诸葛亮的拖延病情是因为拍电影《大表哥》比较有所得，赚钱也是为了让最后一任妻子叶瑞美及最小的儿子谢佑颖生活安定，因此被演艺圈的朋友们称赞其才华及善良。2017-05-18参考东森电视台关键时刻节目得知，诸葛亮台语1946年12月5日2017年5月15日，原先的本名谢兴达，复出后改名为谢友珍，高雄左营人，一种是陆军。在戏剧上，诸葛亮喜好台湾民间信仰题材。不早年他编剧演出的短剧常常是扮演道士驱魔仙王、做功德观落阴出名牌等，或者将神佛信仰故事改编，如妈祖与天顺将军南昆尼五府千岁剑庙大道公治龙一护法主真君降服五通清水祖师征七载反，相当有才华。他对台湾历史与传奇故事也有所研究。郑成功攻台压母王造反陵案，先找风水阳平礼拜地理嘉庆君由台湾王的陆桃菜先陈化成从军马小哥取袭皇阿陆发财州城过台湾瑞芳地加抗日事件等，都是他曾编剧演出过的主题。台湾丧葬中，土葬在10年后仍需建骨，但如有地震等天灾，如遗骨不在墓中，
反而无法减补，对后代子孙风水都不好，反而背离诸葛亮生前笃信台湾民间信仰的规矩，家属才决定直角，也获圣角同意。参考网络资讯，诸葛亮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